你们关着他！走，把妙芝给我放出来！好了，把妙芝放出来！顶住！这是练我还是练你呢？你们两个大男人做这些好吗？我帮他锻炼呢。哎，不要管他，我们继续，抱紧我的腰，抱着呢，紧。对，好，你们继续。还有多久啊？我坚持，顶住！你又对我干嘛？对不起，我之前应该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的。我傻傻的听你说你有皮肤病，所以其他的都没有管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还有沙眼。沙眼？你这你不用担心，这些都是我打电话问过教授了才准备的，没有在网上乱搜，请放心使用。那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作为你的私人医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你听说过拐个皇帝回现代吗？听说过啊，那不就是冯冯写的小说吗？我之前超级期待芬妮主演女一号的，不过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就停止拍摄了。我真的好喜欢芬妮。那芬妮也认识冯峰？认识啊，我听死黄辉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芬妮从国外回来了，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冯峰呢。要是我也有机会见到芬妮的话，我一定要跟她拍一张照，然后发到微博上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下忘记了个人形象。你想见芬妮啊？我带你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老爸，你太好了！来了！哎，糖来了！哇，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本来应该我做的，不错。但是我刚出师，怕坏了你的胃口。我爸专业。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不谢。来吃。冯小姐，千万别客气啊！不知道我做的这些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合胃口。叔叔，您别叫我冯小姐了，叫我冯峰吧。好。性格爽快，来多吃点。哎，来，多吃点这个，对女人有好处的。你也多吃点吧。谢谢阿姨。我跟你说，客气。哎，你给人家的菜呀。那去，来多吃点啊。多吃点啊。来，吃这个。大妈，你们让他安心吃一会儿。这汤特别好喝，我给你盛一碗。峰峰啊，等一下饭吃好了以后，帮我签个名怎么样？我呀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我特别喜欢你那个拐个皇帝，这里边的男主角叫李欢，真的是一个标准的暖男形象呢，迷死人了。哎呀，他呀，这每天晚上就是皇上不停的喊呐，哎呦，我都受不了了。妈，人家吃点家常饭，别讲那些有的没的。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啊，我很愿意听的。阿姨，等一下吃完饭我就帮你签名，要多少签多少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呢是个历史老师，我对古代皇朝啊特别喜欢研究。我看有很多剖析他们的书呀、小说呀，还有电影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本书，可以把它描写的如此的细腻真实。谢谢阿姨。有时候我想你啊，一定是去过古代的。我跟你们开个玩笑的，我只是欣赏冯峰的才华。峰峰啊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多到我家来玩，我们啊可以多多的交流交流啊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谢谢。来，多吃点菜，来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峰峰啊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难怪你这么着急的，要把结婚基金给拿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噎着了。
没事，来，我们来干杯，来干杯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啊！吃菜，多吃点啊！峰峰啊，我们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，我觉得我们也挺默契，挺投缘的。我也觉得阿姨很亲切呢。我们家小慧呀，就是个大孩子，平时啊啰里啰嗦的，一定麻烦到你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男生，阿姨你不用担心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担心的。阿姨您什么意思啊？你别看我平时精神挺好的，医生说我现在的情况是子宫颈癌3期，医生说化疗已经没用了。现在黄辉的爸爸呢，一直给我用那个食物治疗法呢，现在效果也还好。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没听黄辉说过，真的对不起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跟黄辉说过，我们就是担心这孩子会受不了。平时我有一点感冒，他就会紧张的让我去看急诊，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，那他一定会放弃学业，还有工作，一直陪着我。可是我这个病又不知道会拖多少时间，我这样岂不是连累他？我宁可自己撑着。阿姨，我认识一些专科的医生，要不我帮你？谢谢，我对自己呢，真的也看开了。可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小慧。但是现在小慧有幸遇到了你，你应该就是我们家好媳妇的人选。阿姨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喜欢扭扭捏捏的，我心里都明白的。但是呢，等到我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，你要帮我好好照顾他，我真的放心不下他。阿姨，妈，哎，你最喜欢的那个言情剧又开始了啊！哦，来了，哎，我们过去。今天的事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密，千万不要跟他说啊！哎，走吧。哎，来了，走。美味酸奶免费试喝，大家过来尝一下啊！新产品美味酸奶，我们的新产品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想到这新世界竟有如此好喝的奶呀！姑娘，能否告知在下，这个奶是你的奶吗？流氓！哎，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别给我丢人。不是你也不想想，我能懂吗？我还敢顶嘴？走，别妨碍我的正事。哎，别，他哪敢！这放开我，弄疼我了。妙芝，你怎么来了？妙芝，什么时候被关起来的？告诉本将军，本将军跟他拼了！我跟他拼了！我哎，你干什么？保安！好，是你们关的他！走！把妙芝给我放出来！好了，把妙芝放出来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正在宜家电影发布会的现场为您做报道。放开！现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。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，国际巨星芬妮小姐也将亲临捧场。届时我们又能一睹芬妮小姐的风采了。乐视娱乐为您现场报道。或许就能找到理由。